日本新的首相高市早苗将正式上任。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，高市是一直拢真支持咱台湾，对日本新政府的政策有信心。另外，台美关系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。林佳龙嘛表示，会坚持守护国家甲产业的利益，来甲美国合作。 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离正式就任首相，加做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。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，高市一向对台湾友好，对日本新政府政策方向有信心，期待台日关系更加进一步。特别是对打造民主的非红供应链，能够密切合作。另外，我们也期待在台湾争取参加 CPTPP， 能够得到日本政府更大的这个支持。 表达希望高市政府会当支持咱国加入 CPTPP， 对可能伫南海的派克期间订定的全10回感谢会触及台湾议题。林佳龙表示会密切注意中国动向，国甲美国保持紧密沟通，也透露已经实现演练。比较具体的沙盘推演的内容嘛，有些是象征性，有些是实质性的啦。哈，当然你说象征性涉及到是不是什么跟一中有关，可实质性涉及到军购。这个场合我们也了解哈，它重点不在于处理这个两岸的关系。 好，那但是呢，我们跟美方都保持密切的沟通，他们跟中国之间的互动好不会去伤害到台湾。另外，台美关系谈判进度，赖总统透露最近应该有好消息。经济部长蒋平兴讲，现阶段一旦召开终结会议，确认结果有机会和暂行的20%率港高步贴加。在写总结报告中，这个总结报告完，我想应该就可以宣布。再有一个消息是说，我们现在要用全面开放美猪。 还有美国车进口零关税来换取不叠加。有关于这个谈判的细节，不能说，因为还在进行当中。对，等到有谈判结果我们之后，其实大家其实都有建议过了。林佳龙说明，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咱国会坚守国家甲产业利益，同时也坚持透过现有机制甲美国合作，共同打造关键控部的飞航供应链，强化台美互益合作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